来看平湖，这南方四岛会晓唱八卦的老辈是真少。为了要记录到这项传统文化，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找导演来拍纪录片，把这八卦的故事用影像记录落来。海边的厝拢去山顶，厝顶看海上介清哦。平湖南方四岛的基佬用小八卦的方式唱出西厝边的生活风景，佮有细汉的记忆。这出纪录片播出海岛人生平湖南方四岛八卦记忆，是记录伫平湖南方四岛会晓小八卦的基佬，透过影像，互民众了解这面临危机的小八卦文化。存两个啦，所以其实包割是很危险的。所谓危险，就是说，文化这种东西要活得保存的。当人离开了，这些东西就消失了。导演也表示讲，因为南方四岛人口外流的情形是真严重，加上交通无介方便，这个小八卦文化要传承甚至保存拢真困难。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唔只会委托伊做纪录片。当年研究八卦文化的洪敏聪老师，即届也用平湖腔的台语替这出纪录片配音。伊是自然产生，这人若是无拄的，伊就自然消失去。洪敏聪老师表示，即马平湖本岛会晓小八卦的人，恐惊无超过10个人。面对文化传承的挑战，海关处也表示，纪录片27伫平湖头届搬演，未来会规划去到平湖，也是台湾本岛各学校，带八卦的基佬甲遮的少年朋友分享，希望有更较侪人同齐来认捌这项特别的传统文化。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